头皮的炒韭菜，伊土音乐走卡。即马甲大家奉上的是世界名曲之一，宋宝夫。朋友啊，大家好啊！静静听我来唱山歌啊！小弟啊，姓杨啊，名是宝啊，生伫古早的宝岛啊！出世老爸咧做保证啊，拄着阿伯拉真可行，为着地方下公营啊，叫阮土地啊，互因用啊。亲啊，大家啊真着惊，无人敢甲因扯拼。你去硬性啊的阿爹，错牛比惨要运命。迄年我才咧15岁，代志嘛捌咧无偌多啊。后来阿爹咧毋讲话啊，点点来离开。阮一家，迄是一个无声无息的时代，活伫黑暗甲光明混合的世界。故乡虽然可爱，是无出路的所在。阿母一直有甲阮交代，出外毋通阁倒转来。船啊，渐渐地去行，来到可爱的东京。新的希望理想拢伫遮，亲爱的老母。再会吧，我爱勇敢立志啊，向前行。为着理想，啥物拢毋惊。来到东京，我才知影，
社会一切比唱的较好听。再会吧，什么拢嘛惊。再会吧，倒位行？身躯的钱啊，嘛只剩6箍外。我要来去派出所啊，优秀的送报兄。阮伫眠床，我才着惊。三母啊，跳起阮的脚只命。有人伫咧暗仔哭出声，我着爱吞忍啊，开始记着客户的名。什么拢着惊。向倒行。什么拢唔惊。有人伫地暗仔哭出声，我着爱吞忍，我是优秀的三宝兄。迄是一个无声无息的时代，我伫黑暗甲光明混合的世界。日子虽然艰苦，我决心要活落来。阿母一直有甲阮交代，出外万事着爱忍耐。透早3点就起床，我的清丽就出门，报纸送线，天嘛光，烦恼无钱吃早饭。头家要求真个斗，你是叫阮出去推销，拼命去做，若无够，最后搁叫阮结老吃饭斗。伫一个不仁不义的都市，只有一切来靠家己。对付无理的头家，只好做伙来抗议。头家啊头家，你刮阮的肉，输阮的花，阿爸的三母，予阮保证金吞落去巴肚底。头家。头家，你家己食甲好价价，你靠势做恶做遮多，恁爸毋是奴隶，我出身无法甲人比，敢若恁家上高贵，头家最后予阮团结压落去，因阮想起故乡的代志。
迄是一个无声无息的时代，我伫黑暗甲光明混合的世界。故乡当然可爱，是阮出世的所在。阿母要走，有老话交代，成功的时阵就爱倒来。水朋友啊，大家好啊啦！啊，听这久啊，唔知会忝无？恁袂忝，我就忝，爽着恁，艰苦着我。小弟是小弟是命换过来。今仔日甲这一段落，新闻配答符，这是2023 9月16录音落来版本吼。送报符是算样规较长的啦吼，长篇小说吼，落长。所以咱咱做的时阵就做 Part 1、Part 2、Part 3、Part 4有几6段啦吼。所以一放就10几分钟啦吼，但逐段拢无共款的主题啦吼。2023的版本，跟1993迄阵发表的版本有一点仔无共吼。看有机会无安尼足油安尼甲大家解说讲，第一段有啥无共，第二段有啥无共，第三段有啥无共吼，落长啦。不过这真正做了足爽吼。这个送报符这样这个大河小说、大河小说吼，嘛爱写做大河歌曲就对啦。这个1993送报符这个歌单出来的时阵吼，嘛是有 Part 1、Part 2、Part 3、Part 4吼。迄阵其实。伫足古早以前，伫1992，阮就伫即个成品的册局有发表过啦。迄阵是叫萧福德用伊家己的歌吼，外舞的心声改做其中的第3趴啦。透早3点就起床，穿着破的就出门。报纸送啥天马光，烦恼真正早长。头家斗求真的斗，你是叫阮出门去推销，拼命去做嘛无够，最后搁叫阮见老车阮斗。你一个不仁不义的都市，只有一切来靠家己，只有无你的头家。真做伙来抗议，头家，阮一个月才赚你无偌多，为什么搁怪阮的肉轻滚的话？头家，你一只鸭肉杀不过来变啥货？吃起阮保证球。阮真彻底，你家己去吃好肥，莫管别人的生死。你伤天害理，敢无人有法度来甲你比？出身虽然无法甲人比，阮甘愿忍过是。
可贵，放假做啊，搁互阮团结压落去，因阮想起故乡的代志，故乡的代志。不离个，阮1993要开始正式办音乐会的时阵，小哥就感觉讲，伊个歌火碟唱片咧管，感觉足麻烦的，着搁重新写啦。不离个2023的时阵，阮就用伊原版迄个物件倒来，所以这过程中间有真侪趣味的来去吼。我若有机会甲写好足斟酌，用文字甲写来这段是安那改，当时的讯息安那因为安怎所以尾仔变安怎即马是安尼改吼，慢慢请大家来指教啦吼。我咧船啊，渐渐地去行，我来到可爱的东京，新的希望甲理想拢伫这。亲爱的老母，再会吧。我要勇敢啊，立志来向前行。为着理想，我什么拢不惊。来到东京，我才知影，社会一切拢比唱的较好听。我身躯的钱嘛只剩6块外，我要来去派出所，立志做一个优秀的三宝兄。困伫眠床，我才着惊。三宝乌乌跳起阮的脚只拼，有人伫咧暗暗哭出声，我着爱吞忍，开始去着客户的名。啥物拢唔惊，啥物拢唔惊。我真的，我来向前行。啥物拢唔惊，啥物拢唔惊。有人伫咧暗暗啊哭出声，我着爱吞忍，我是优秀的三宝兄。迄是一个无声无息的时代，活伫黑暗甲光明混合的世界。日子虽然艰苦，我决心要住落来。阿母一直有甲阮交代，出外万事着爱忍耐。煮炒配炒古菜，鱼头饮个糟咖。